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今日的节目要为大家收介的是农业文创数语也按照专业打拼为人。文创更加是这么普遍又有争议的词哦，有的人喊汤的路味。南国省嘅建筑大使环保德是讲过，台湾讲文创产业像从事赚得到一刀钱，三唔从事文化要用来打基础，本国多人接触嘅多。不过也有人呢想办法来当钱，来本文化嘅奶肉韩国皮。云林富民头摆同样一定有名，不过也因为同样没落，菜地嘅后生嘅家家如去外种寻头路哦。不过富民呢，是有对外地来嘅一对后生公婆，留下睇也就四种头打拼，从异乡转故乡来经营。老屋睇苗栗上面嘅刘志强，同来自南投国乡嘅齐志顺。对于富民科技大学有限有料呢毕业过后，体能先生林俊南的带领下，家庭留下来发展。主要同富民农会已经并给汉的仓库打造咗一间文创工作室，提供菜地艺术家一个展示空间，伊能免发挥创意，同当地农民本单位结合的翻头木拿来染布，做贴片的屏风，还同铁水管结合各种压过液。打造出来创意水管灯，又同当地社区的破角来添做社区演出，希望发挥伊人的专长，形成改变的力量。哦，对，我们可以试试看用榫接来做，教小朋友做榫接。对，可以教小朋友做榫接吗？可以试试看。很难吗？刘志强同家朋友齐志顺同地嘅讨论教好嘅教材。半年前，佢哋嚟到云林富民读书，同太后先生嘅带领下，开始接触社区演出。2011年参加水部区太准省非遗农村比赛，得到全国冠军。嗰首佢也到上回繼續留到云林打拼。其实，在求学阶段，我们系刚好很特殊是。它有一块主轴是在操作社区营造，那其实，在求学阶段就不断的跟许多社区在接触。那大专生回游它是一个开端，它是让我们真的能够投入一个社区，然后也让我们看到，其实在一个农村或是一个部落里面，我们的定位到底可以站在哪里。6年前，劉志強同家朋友結天地云林創業，出題上位圖地方藝術家打造一個展示空間，俾希望發揮創意同菜地傳統產業牽一份實力。嗰首簽到一件本單本地嘅房嘅農會倉庫，老記重新打造做一件文創工坊。過去幾乎就是荒涼就是什麼東西都沒有，然後牆面很剝落。唯一一个只有让我们喜欢的地方，就是我们其实当初会，真的想要租下这边，是外面有一整排的树。结果没想到，就是农会很好心的，就是他觉得那些树可能有碍我们的空间，所以他就把我们全部砍掉了。但是我们已经写下租约了，所以来不及就没关系，就是还是只能就是善用这个空间这样子。工坊地位除提要冇錯嘅體現創作，仲係出家硬貨，還有昆獎嘅布擺也掉，還有創意嘅染布屏風。本人想唔到嘅係，染布嘅顏料竟然係用富民鐵山翻頭嘅地度嘅翻頭儀。因為我突然間想到，就是我們去農會的時候，他剛好很奇妙的是，他那些不要花生膜，他們農民他們拿來用來泡茶。然後我們就看到它煮出來的那個茶色很漂亮，對。那其實之前也有聽過人家說有用茶葉染布，那就想到說，那這個顏色是不是可以拿來做我們是不是有花生染布的這一塊？那也可以推廣，就是虎尾地方的一些這個農產品的文創商品這樣子。劉志強知道藝術應該為大家做行嘅減，會用隨處就似嘅多嘅材料。嗰首佢咩佬看起來硬冰冰嘅鐵管呢，加上各種各樣嘅天柱嘅，來展現藝術同生命力。所以
我们会希望是用这样的，包含我们有看到那个铁管灯，好，这部分也是因为在家里最容易在装修的时候把这些旧有的这些铁头啊铁管头丢掉，好，那我们就那时候就一直在想有什么样方式可以把这些东西重新再利用，那赋予它另外一个新的生命，可以延续它这个产品，所以就重新赋予它灯的这个使命。刘志强除地设计文创商品，未接送到好高压嘅沙期9月做。当所属嘅啲素材方做好，拿出上季做嘅厨牌，再個詳細用機器扭緊濃度，冷緊緊。當地嘅準備教材嘅劉志強，也800係苗栗產業嘅木雕師傅，從細看下巴做。冇想到也好屬意，每打崩嘅都幾類，巧妙實驗。從小對這個東西其實是因為家裡也給這樣的感覺，就是不一定以後你還是要做這個，做這個一定是非常辛苦的，對。但是沒想到長大之後，反而自己對這件事情是最熟悉，而且最習慣的。這未到阿爸嘅腳嘅。劉志強當地好食，嗰種油菜地嘅小學搶幾天大錯，成太熱，然後太門家下，佢就搶廿爸爸搶下來做。我覺得他應該是蠻開心的，因為以前他也沒有想過我有一天有可能會跟着他的腳步去做這件事情。那我想我看待他在操作這件事情的時候，其實是蠻開心的，而且有機會把他的技術然後交給他的兒子，對啊，我也很樂意去學習這一個東西，對啊，然後把我們倆的一起完成的作品放在這個學校這樣子。做地作為也看以來東頂一下有成法嘅題目同入口意向，劉志強未帶定學生嘅，老人冇會用嘅東西，哪裡再個利用？打錯也將以為細細嘅避暑站，老學校打扮到行卡講行卡鬧。佢哋老園裡有名嘅廢材剪紙藝術村，聽規劃、田野活動、設計圖欄地圖也到，實際了解園裡也到土地過後。沒決心，為老爺本大係愛種嘅素材，轉做家鄉來好好經營。你就待在，雖然說是異鄉，但那也許是某些人的故鄉。好，那把它當作你自己的故鄉來經營。那慢慢的，也許你會對你生活的這塊土地了解，然後你會認識，那你會有很多的想法來操作。那等到有一天你有這樣的能量，或是你真的覺得你該回家了，我想在那個時候你已經蓄積了足夠的能量了。那回到家鄉，你真的也可以做一些什麼樣的事情，這樣子。劉志強同其自述用文創工坊來做基地，提供實習交流嘅一類素材，含分行嘅沙琪波，老記也到看到嘅感動人嘅故事，園林風味小鎮嘅重要點點滴滴完整記錄。安尼也落落確確，逢嘅東橋嘅舊倉庫，有位新嘅生命，每老記下條嘅精神傳承下去。